Hello，欢迎收看汤姆叔叔的频道。今天的单元叫做5分钟学台语。那今天呢要讲什么呢？一样是台语字。我们的台语字怎么写，会一连串的告诉大家。然后这些字呢，都是我们很常用的，但是却写不出来。怎么写呢？这不是汤姆叔叔乱讲的啊，这是教育部公布的标准的台语字啊。那上一次有讲到是嗷的音哈，那今天要讲什么？要讲 B 了。B 的B 开始的音。然后特别来宾，嗨，我是路人甲。那上次说讲 A 嘛，对不对？嗷的音。那这一次讲 B 的音。好 ，B 的音有什么呢？我们说很密合，要怎么讲？我哈，你哈。所以这个字叫巴，叫巴，那两个叫巴，紧密的意思紧密叫巴，很巴哈。这个巴呢，就好这个应该国语叫做巴厘岛的巴啦。巴，对，就是上面一个山，下面一个河嘛，巴厘岛。巴厘岛，对嘛，那个巴，对，它叫巴，台语叫做巴，对。很紧密的。那第二个字呢，也是 B 的，B 的 B。这个人很丑，拜，对，拜怎么写？拜这边，拜就是一个合一个黑，拜。丑叫 Q， 拜是这样写，一个合一个黑，叫拜。这个人看了真拜，叫拜心的拜。好像外国语哈，对啊，帅哦，不是那个是好球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我在讲那个棒球裁判帅帅拜呵，他应该讲台语，你气笑啊，再来一个 B 啊，眼睛怎么讲？目睭对目。目，不是板的，是目，目睭，目屎，什么是目屎？眼睛的屎嘛，目屎就是流目屎嘛，流眼泪就是流目屎，好，你别说流眼泪。流眼泪流目屎，所以目屎，对，目屎。好，再来一个 B 开头的，这个字呢比较漂亮，好，一朵花，我们说茉莉。忙嘞，有点的声音，忙嘞，或是忙嘞是可以的。忙嘞，真正水。对。好 ，B 还有一个字，你一定会，采仙桃。万好，就是一个提手旁一个免，万也是 B 开头的字，万仙桃，万芭乐，万金蕉，万来呀，万榴莲，万条啊，无条啊不要大，万，反正就是万这个字，好，那有万呢？会不会有万？万皮那个很皮的意思，就是顽皮嘛，顽强不化，顽皮不化，我们就叫顽皮。冥顽不化。顽皮怎么写？就是蛮呐，野蛮的蛮。蛮皮这样它一个蛮皮，这个就蛮皮，很调皮。一个 B 开头的，蛮呛。什么是蛮呛？小等一下，蛮呛。慢着。蛮呛，这个在实验文布袋戏里面就有了。我们平常我们大概不会讲蛮呛，然后小等一下，对吧？
现在比较文言叫慢且，给我卡嘞，慢且慢且啊，慢且慢且慢，且慢且慢，慢且且慢啊，就是这样。再来这个字比较难一点，我们说蚊子，帮啊，帮啊，对不对？帮啊，帮啊，我们也可以写文，国语的文那个文，对，真正的帮啊，这个帮要怎么写？帮一个虫旁边一个蒙古的蒙，好，这样好。帮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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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帮。蚊子也可以用那个国语那个文，好啊。如果用台语比较传神的字就是帮啊，帮啊，一个虫叫蒙帮啊。那网子嘞？忙啊，忙啊，哎，重忙啊，重音忙啊，忙啊，忙啊，啊，忙，忙啊，忙啊，什么叫忙？迷茫，哎，神志不清嘛，就忙。忙，我喝醉酒，忙，醒醒，对，就是忙，忙，喝醉酒，这你妈忙，忙啊忙啊，类似忘，哦忘，好，那是忙，忙，那是忙，好，这是忙啊，忙，所以你看，帮，把声去掉，好多啊。好，这是今天的 B 开头的字，哔，学会了吗？会了吧？下次见，拜拜，也是 B，拜拜。